后来伫要过年咯，有袂少民众哀叫，讲过年要买伴手礼送礼，结果发现礼品拢起价咯。啊，就算无起价，量嘛变较少，这嘛是变相讲起价。不管是拢当看到真侪人咧排咧，人客一买就是几啊盒。会当家己食，嘛会当摕来送礼。出名的糕饼店真受欢迎，毋过最近听讲要起价啊。因的两斤酥去年元旦起5块，毋过今年过年后计绍讲会阁调整，一粒计绍到43，因为成本伤悬啊。我觉得合理啊，对，因为我自己有做蛋黄，有做过，所以在买原料的时候就蛋黄也都涨，对。然后奶油啊，进口的奶油也都涨。其实相对算比较低价，因为基本上有一点品牌可能都50块以上。对对对，调整是可以，是可以。原物料成本起价，有业者反映伫个卖计销，也毋过某人规气收起来无爱做。伫韩国的人气伴手礼，业者讲物价拢起价，原物料长货袂当阁继续做出继续实在阁好食的物件，将伫1月27停止营业。最后韩国游客感觉真无彩。 아쉽다. 맛있다고 소문 나가지고 네, 먹어보고 싶었는데 지역에 유명한 어떤 되게 대표적인 그런 선물 그런 음식이니까 한국에서도 유명해서 맞아요. 팔았으면 좋겠어요. 计销就是消费者上界直觉的判断，有业者呢为重量做调整，基顶在地伴手礼韩之所年前就公告讲，这个产品全面要调整重量，维持原价嘛，承认讲这就是变相起价。各项物件拢起，业者伫成本甲定价之间想尽办法要找出人客会当接受的平衡点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